了，来了！我要穿件衣服先，亮点有没有 ？Hello， wow，哇，难搞啊，哥们，难搞啊！买新的东西，买新的耳机，耳机阿满送的，买一个琴，哇，难搞啊！今天，老兄，这样，烧过来烧过去 ，OK， 玩质量，喂，玩質量嚟咁做嘅都係客家歌王 ，Oh my God！ 哇，真係倒瀉籮蟹，真係倒瀉籮蟹。我都見到 set 後人噃，遲咗2分鐘佢老手強，飲啤酒啦喂，飲啤酒啦喂，哇，爽啊，爽啊，各位，走啊，健康。啊，喝了学那些女孩子啊，哇，她当照镜子啊，她当没有人了，啊，一直弄鼻子。还有个很好笑，爬她屁股，哎，我不要讲谁，吴开发 ，Hello， 吴开发，好 ，OK， 啊。今天买了一副琴，我又不可以动那手机，动那手机又看不到，拍给你们看一下，你动上来了啊！一样中啊，琴的小咩筷子，條啊，一流啲，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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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睇到沒有？今朝我喺揼晚食家嗰個琴行嗰度啊，哇，好貴哦！3000幾，3000幾啊！大佬，我冇budget啊，我沒有budget啊。這裡有多少？多少啊？我就看一下咯，我睇咯，你知冇？睇咩呀？依我的，哎呀，講你都唔信啊！我見你眼望眼狗喎，依我喺邊度 ？OK。呢個啊，睇下400幾個人有證明㗎，到轉頭上1565，我本錢是200了，哇！真的謝謝你們給我寄1350，剛剛好這個琴是1350啊！掌聲鼓勵，謝謝。哎呀，發了啦，擊敗！哎，看見還有人進來。今天有人 sponsor 我嗎？3號1塊錢單身費，哎呀，陳信費，哎呀買天花咁，哎同佢買隻 iPad 900Q 1Q 錢啫喎，哎有證據啊？搞老乜搞1Q 啊？最上面那個1塊錢，單身，哎呀，真的。唉，有得條價，講完買添啊，真係！Oh my God！ 哎呀媽，菠蘿邊需要 can， 咁孤寒嘅時頭都有啊！我真係頂嘢唔順真係。哎，我還沒有摸熟的，你知道？我摸了整天了啊！哎呀，又順便去大馬士革對面那邊啊，我的開着阿滿載我去買個燈光嘅裝飾一下。OK 嗎？有沒有進步？來了，換牆來了 ，Jerry Roger， 少哥你來了 ，Kerry Chin Man， 阿 Man 一流啊！所以今天呢位村呢，做亮啲嘅公演，阿 Man 嘅 headphone OK 嘅，佢放到耳光嗰位啊，好舒服。他呢佢比一隻買一隻車上掃掃。而係約嚟教嘅，睇你交來交去千海啦。OK， 冇問題，冇問題，麥放前收收。OK，
今日啲插頭咧全部買新嘅，唔要話噼里啪啦啊、short 啦。放心，今日狀態好啊，掌聲鼓勵。中國胡少燕，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不爽，李德強，驗照啊，早早的放泰哥邊嚟看，全力 man good 啦，阿曼。我遲2分鐘，現在是5分鐘，哇，5分鐘8422啊，我要車牌啊，842 842罷了。你看，我買一套琴仔喺度，個手都冇地方擠啊，擠喺琴嗰度。就你一千個彈手琴嚟聽下先啊，試下先啊，試下先。幾好玩啊！掌聲鼓勵 ，Hello， 冇食過豬肉，都睇過豬行路嘅 ，Hello， 好似圍地 check， 哇，冇事，墮朗啊，就你1000個啦，就1000個 ，OK， 稍安冇錯，呢條線由邊度跌出嚟嘅咧？哇，教錯，過嚟打。撞上要，燒上要，鉗上要，天貨要。All right， 好啦，1007啊，靚字啊，唱首歌先。哎呀，又唔係喎，講下嘢先。啱啱你冇聽到歌，嚟啊！今日 echo 有多啲怪，OK 喎。批評啊 ，OK 冇 ？Steven， 關。雪照啊，你睇毛照咩雪？1028嚟啦，靚啊！嗱，立春啊，同埋立春啊，大家有立春冇？即係地下嗰度咧，個蛋去 Candy 張，係啊 ，David 嗰粒蛋啊 ，Kimmy's Moon， 係 OK， 哦靚啊，燒麵 Peter， 哇，2個燒麵一起來飲，掂個碌蔗，掂個碌蔗，掂個碌蔗。好啦，立春啊，好多人立春係假嘅。阿爺即係街磚嗰啲罅嗰度咁我慢慢，梗係擠得穩啦。因為氹鬼食豆腐真係，真係阿爺立春立咗成50年啦。偽良之學，偽良師啊，偽良師啊！呀，老師，我不是老師啦，李東落來啦，叫咩啊 ？OK， 落半錢咧，哈哈哈，蝕咗啦，我哋嗱，張邊有塊衣我都1500幾，係呢度200一半錢來嘅，馬布羅邦，你講睇下，要都係良心咩？鋪盡落去啊！咩？我冇用嘅，以我咧，我喺 Lakesh 嚟簽卡，因為有錢啦，我隨時過年啦，變盡日地啊嘛，靚冇？朋友，靚冇？真係掂啊！真係嚟啦喂！嗰個立春啊，立春即係攞粒蛋啊喺度搞咯，睇佢識唔識企咯。喺中國咧。就唔同啦。喺中國嘅風俗啊，它的風俗是迎立春，就打春牛。我念一首詩給你聽一下，放你 echo 啊。春風吹散
眉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嗱，咁我哋馬來西亞，做咩自己聽唔到自己聲 ？Hello， 哦，唔慣啊！呢個 headphone 要塞好入嘅喎，你阿爺啊！我個窿都係我耳仔窿啊，唔係我窿。Hello， 係咪 sorry 啊？如果唔錯啲，跳咗嚟唔得喎。Hello， 係啦，放錯地方，唔怪得啦，表奶啊，咩表料 ，Ken 又嚟啦，好啦，Vincent Lim 係啦，嗱喺馬來西亞啦 ，MCO 1.0，MCO 要嚟 2.0， 慢啲要嚟 MCO 3.0啦，咁所講啦 ，MCO 期間百姓平民，哎呀，每個叫苦連天，仲有心機打春牛。我睇嗱，而家 MCO 一直到初8啊，拜天公啊，連天公啊都冇得拜啊，打春牛，打春胎都要啦，所以政府講大家今年就地過年啦，隔空團圓啊，卡里隆布啊，哎呦，就地過年啊，隔空團圓啊。阿 Kenny 講有什麼意思？隔空團圓，英文 CNI 本嚟係 Chinese New Year。嗱，今年變咗乜撚咧？黑掉應該就 Celebrate New Year，Celebrate New Year， 打鼓鼓，聲笑你，再笑，Celebrate New Year， 哎呀，也好啦，就地過年不用回去派紅包。Eddie Coco 要進來 Coco。Raymond Lau 插錯窿一啲嘢，係咁講而一啲啊，呢組對唔對？係咁講呢一啲咯。來喂，哎呀，陳毅，哎呀，立春快樂，鍾金明，弄一首歌嚟聽 ，OK 啊，調下係調 ，OK， 林偉章 ，SF 辛苦蕭，哎呀，謝微風，點嚟？寫翻嘛 ？Connie Lai celebrate next year 啊？哦 ，next year 春台泰國面，咁我咁表照啊，唱歌啊，唱歌，唔知唱埋練歌啊！我今天呢？在 WhatsApp 裡面有一個叫獻一個劉德華作詞，極好聽的。我想一下，有這個音樂，但是阿爽，你注意一下有沒有版權啊？我最怕版權啊！有趣了，來，先來掌聲，先鼓掌後出場，來啦 ，OK，Thank you。Yeah， 愛是種意義。我唱完的歌詞先。唱出一打卡斯本的愛唔叫，原來應歌原來孝順那條你嚟強，那對你有益無別的係教條。出名有金絲酒，泰戈別到處基友，食酒有名惡達，百事嘅也順hiệu，名牌就揸法拿破崙，前期講少飲三把酒，啊，請用，牛女唔愛笑，
哎呀妈，今日夜花酒，阿亮，有得人噔噔，阿爽 ，OK， 哦，阿亮得人走，有版权啦 ，OK， sorry 啊 ，sorry， 给你 cut 一点，哎，王小万，刘德华就要清唱哎，今年春节不要乱跑，哎，有大声了没有？哈哈哈。OK 啊，连你们钱，你给我放两码过来，我去买点percussion来。今年春节不要乱跑啊，家家户户都要知道。不去拜年没什么大不了，出门也要记得戴口罩。掌声！不要来开玩笑，千万不要发烧，把自己照顾好，一定要活到老。口罩用完要丢掉，预防的工作要记牢。勤洗手用肥皂，哈哈，健康的最重要，让我们来祈祷。阿弥陀佛，哈利路亚，阿拉，明天会更加美好。掌声鼓励啊！啦啦啦啦啦啦！我讲的这版权公司啊，很鸟的，你知道吗？我这里放音乐，他就去 computer 那边对一下，诶，拍子一样 ，key 一样，乐器一样，马波龙，你讲，怎么 ，Andy， 你们知道什么版权吗？多的啊，唱一首奶水么有版权的，阿双讲你，哎呀，很多人不知道了。飞仙王 Jeffrey 呀 ，OK 啦，原谅我一下 ，OK， 我就要找没有版权的。毛女亦唔愛笑啊！sorry， 劍結連夜花照，20蚊捱唔叫，豔照願生起來向笑。哎呀，這裡講到，這樣嘢做直播哦，親友會死掉啊！早上一起身，10點開門，我就買這個琴啊，回來 set， 他叫了我又忘記了哦，又忘記拿了電話，又這麼多就請教他拍相，哇哦，原來這樣 set computer 這樣 set， 哈哈，耶！尋晚夜我同你去宵夜，搵個肥婆啦學腳車，嗱你又踢，我又踢，得卒之啦踢落河。不會換 chord 啊？冇啦，我來，冇啦，我實在辛苦，樣樣辛苦。要吃个洗衫裤，把老婆实在辛苦，讲啊呀，真的。我弟弟是讲对的，阿少哥，叫你学，早学你不学，临时抱佛脚，唱的歌来，又忘记的 chord， 打的 chord 来，又忘记歌词。谁说爱人对人造有啊？你不知道呢，福建歌请有泰国唱，你那种爱做到泰国，干起杯，凡是台湾的冚唪唥中版权，哎，我中到怕了啦！阿爽给我剪到怕了，今天不要麻烦阿爽，赶快关掉，他的 signal 一来我知道了。Celebrate next year！ 怎么今天这样热啊？原來昨天太閃解啦，我連臭款嘅啫。哎呀，
哎，高兴高兴啊！这首不能不唱第二首喽。有什么大不了？我看一下啊，有没有亲自来找我了？有哦，谁博？这个不是版权公司，这个是制作公司。因为还没创到给阿哥哦。啊？上一个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你在拍的一个影片，就是拍摄要随便的有拍，看你拍到底哦。因为如果拍到的话是最好，我们会另外做一个 review， 可是它这个 review 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万一真的是不能的话，那只可能我们就没有放你的那个画面，你 OK 吗 ？OK， 没问题，没问题。哦，我在做直播，1000多个人进来了。OK， 谢谢你 ，love you。制作公司，立春快樂。春到啲熟晒啊，咩啊？版權唔掂，因為製作公司嚟講，樣到唔靚。Ken Lam， 冇呢個啊？阿 Lam， 阿 Ken， 來金蓮，來金蓮，望月情，望月情，還有水了亮發聲，將得我為門河，為門河了將得我，碰菜碰啦碰菜碰亮入 ，OK， 竟然講語唔得喎，超得竟然講句話，日本歌韓國水添。啊，黃毛啤酒，真的，享受黃毛。等一下來，給你關掉。黃毛啤酒，親切美妙，順利順後。丹麥練酒家，這是這個是精心提煉的阿斯伯。這很好。當然啦，他們唱歌一晚上唱20首歌，啊，都不用怕有什麼版權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名嘛，不出名嘛。張少傑出名，張少一直播，他就一直檢查，一直號舉我。呀也，因為有收費了嘛。以前晚上好，광곡買經典呢 ，good 呢。唱多點新年歌，哎，唱多點新年歌，唱多點。來，等下我去找資料，稍安冇錯，新年歌。在哪道具了？我跟你講啊，我的弟弟是馬來西亞首席錄音師，拿過獎的，一切獎拿過的。他今天送一首歌給我，大哥，你還沒有 set 啊？我 set 一首歌給你，我隨便 set 啊，才是我是叫我兒子 set 不了，我兒子都這樣厲害啊，他老子更厲害啊！什麼歌？財神到，你馬上去改詞，你啊媽，你老母係我老母的，5點先來叫我馬上改歌詞，我剛剛在弄東西的時候，李航都還沒有衝啊，剛才連衣服還沒有穿。哦，一下子我的主頁又不見了，又重新申請，所以遲了2分鐘。毛小安，水來土掩，將來冰擋啊！彼得莊的兒子編曲一定好，有限公司啊！財神到，財神到。財神到，拋出萬解愁，人笑，嗌來笑，斜斜人都讚財神到，人都行運，財神啊入屋來，買股票，股票有賺到，中條獎，快樂逍遙。人人都東上西潮，放火炮，好熱鬧，先是個好人才運到。
MCO 冇錢蝕翻一件壓嚟，喂行錢快，慢線齋，謠言將出啦茶茅曬。人人都仆街，隨時講小米牌，做小販不幫佢仆街，去海當將馬打來，謠言撲擊嚟威盡源 ，Covid-19 爆是天。这么我这个还没有唱掉，后面那段词还没有写好。謠言嘅搏擊威盡源 ，Covid-19 嘅爆線。我现在我想牛年转运啊，那 Covid-19 呢？死到冇煙，死到唔煙，世界太平，人放心。掌聲鼓勵，哗啦啦！呀爺啊！哎，再唱多一次客家的。我寫下去先，世界太平，人放心沒有？有冇別樣啊？就。啊！幾筆咧？尋日喺面床會掉去床上掉幾筆，真正嚟啊 ！N OK 啊 ，N 你老豆都係急才咧，即係盡是我抽悔啊！太子王咩睇連講太子王，哇！虧住你，你真係好味道嘅。買嚟水妹，嚟水 M 爹 sorry 啊！魏門河黑貓劍學來，誒衝到去拜啊！睇佢都冇聽到。這個倉縮嘅，媽，這個滑鼠都滑去哪裡了？再唱一次看下。財神到，財呀神啊到，財神到那炮仗滿街吵。為你來笑，愛來笑，切切人都愛財神到。哇，人人都愛喝藥，財神的業務來。為買股票，股票有賺到，中條獎好快樂逍遙。人人都東창西跳啊，放火炮，好熱鬧，先心嘅好人才會到。再次掌聲！財子冇數，冇錢蝕翻一件壓嚟。哎呀，行錢快啦，慢線齋，謠言將出啦，茶茅曬。人人都仆街，隨時講小米牌，做小販風風壞壞，去海當將馬打來，謠言啊搏擊威盡源 ，Covid-19 冚唪唥是錢。盼望世界，有個好能量，唔數甜落去。世界太平，人放心。哎呀，老總管，算了吧，小事啦，你沒買票了，你們啊？有啊，一我樂啦，給到1塊、2塊、5塊，哎呀，有啦，有些25啊，30塊啊，有個38塊8毛8啊，黃小鳳100啊，那我一講黃小鳳啊，我還有一個徒弟，哇，他送了臘梅啊，2箱啤酒，我講笑把他魷魚。他明天一我的進300給我，掌聲鼓勵給姚姨，我愛你。
哎呀，老实讲啊，李玉区是你进来43年了，43年给300块啊，1年不到100块啊，好啊 ，man 啱嘛 man， man， CK 在我讲笑话的，他很有心，他也是没有歌吗？没有歌唱吗？没有秀吗？对不对？啊，还要供2间屋子，哎呀，今天阎王冤搞我。听说还要再付那个什么费的，我不知道了。很多费要付了。哎，这个东西，哎，跟我一样啦。做从业師傅，時間拿嚟水。啊，还有劉天球，给200，哎，掌声鼓励一下。哎，sorry，按错了。刘天球，那天我直播放他讲话，爽到會死啊！糟糕，注意我了啦！哎，裏面還有100啊！哎，你做200嘛？你客假嘅，又因為點樣掉200？日錢咧入200來喎，錢咧，一年8 Q， 一年才8 Q 啫！哇，今天算死炒啊，問你，係用邊算出來？40件嘢，一年都8 Q 喎。誒，話說我哋撐到呢個步邊矮啦，啱冇？就算唔步邊矮啊，到天嘅行差拍劍多啲啦，啱冇？鬼都唔可以聽啊，鬼都不要聽啊，係咪意思哦？哎呀，講完時間完，啊劉迪偉，來看到了，啊啦啊！劉天球哇，講到這個劉天球啊，他是我們鄉下松街 Blake 的州議員。哇，今年真的不一樣啊！600多粒紅燈籠照亮整個松街 Blake YB 劉天球還當堂揮毫寫對聯啊！哈，這次他不是寫那個什麼牛年行好運哇，他寫什麼？講給你聽啊！鼠退江湖一去。哎，沒有查，我找一下。再來一個，他的對聯是這樣的，上一句“鼠退江湖文一去”，因為這是翻版的，所以是不會說了，這自作了。第二句“扭轉乾坤好運來”，掌聲鼓勵。我雖然書讀不多，你後面那句扭轉乾坤好運來是100%、120%對了。前面那一句呢，鼠退江湖瘟疫去，大佬，你以為這個鼠年是黑社會咩？啊，金盆洗手啊，退出江湖啊，對不對？有沒有講了？對不對？掌聲！例子來了。我講 YB， 他還不知道的，我這樣講罷了啊！等一下有人傳給他了，你應該寫“鼠退人間瘟疫去”，對不對？對不對？如果講人間也配不上個乾坤嘛？乾坤上面，因為人間乾坤是不對的啊！我想着。鼠退大地瘟疫去啊！鼠退就扭轉了，對不對？這個要對哦，上聯要對下聯的哦。鼠退後嗎？扭轉嗎？大地配乾坤，對不對？瘟疫去配好運來，再來掌聲！等一下聽到啊，又不敢又打電話來了，跟人講聲要自強。雖然我書不多了，天天看報紙。曾祥秋 Jaden， 你牛大順 ，OK， 牛太順，又是多少？呀，殺了那關空的，這關才有的。Jeffrey，
蜜蜂啊，哎呀，温家蜜蜂来了，波尼利金波令今天穿的好像登台将，立春你知道吗？立春啊，立春啊，立春是当小年啊，明白吗？何况明月来，好了啊。我就讲 YB， 我一个老朋友嘛，上次牛年行好运，我讲一次啊 YB， 你说的有理由 ，OK， 我付你这个年字的多几话都可以。我今晚说句公道话，写的的确很好，我看到报纸了，冇得谈。但是你说蜀退江湖，我就唔服你嘛，江湖范围不大，对不对？那。你说 OK 吗 ？YB， 如果你的马仔有听到啊，那个市议员啊，蔡志全啊，你说 OK， 哈哈，那 YB 谢谢你，你再以我的再进200过来，哈哈如果你说不 OK 啊，我就把那200块以我的送回给你，好 ，OK。我是以事论事啦，对不对？我怕什么？你说我怕一个歪逼罢了，我就怕什么？不用怕了，老朋友，他没有刘天球广告界的没有张少林跟你讲，掌声真的。人哋講啊，唔係猛龍唔過江，唔係豬乸就唔化妝，一人做事一人當，唔使親戚兄弟幫。所以阿文咁說狂喺為邊咩捉蟻都係，追你捉蟻裝意些啫。有國會，哎呀，講到啊，1500多個人，今天今天有可能有很多紅牌都沒有啊，追紅牌請勇都沒有做今晚。哦，如果想來CK蛋蛋滷巴蜜蜂，王蘋果，我一講，為什麼你叫王蘋果？你不要這樣紅了，那裡有黃蘋果，黃蘋果都爛了的，青蘋果、紅蘋果，黃蘋果有嗎？有黃蘋果嗎？哎，算你有了，像 YB 這樣的，哎呀，那個年字多一畫都可以的，誰也能熬翻上。那裡有中號碼，有啊？那你有中號碼？什麼號碼？講7076啊！中亞番薯啊，中係數200幾條啊！哎，羅伊威係冇賣啊，收個師傅冇度，今天冇度黃蘋果燒，冇度唔過誒，係數100幾萬啊！見到今天唔度啊，唔度好了，來，以前馬來西亞3大名著啊，3大民族過新年，馬來人送禮俾我。印度人又送禮俾我，我又回禮俾佢哋，幾十年都相安無事啊！見啦，達到旅遊嘛啦，達到旅咖喱龍布啊，超車牌，就是給一般那種政客啊，他媽的吃飽沒有事做，去煽動人民，哎啊，看一下華人送的東西，哎有沒有清真啊？我屌樣係屌幾十年，今天真係查有沒有清真？哎呀！如果係咁嚴嘅話，照送咯，唔好送嗰啲咩禮餅啊，都唔好送咯，啊，年糕都唔好送，最好送咩咧？你阿爺送嘅梅菜啦，啊，佢包清蒸嘅嘛梅菜，嗱，送埋煤氣俾佢啦，冚唪唥都係清蒸啊，等佢衰3年啦，你話係咪？香殺啦！做咩搞到咁嘅嘢？喂，我以前有一個工人馬來仔喎，馬來仔嚟喎，我朝頭早買2粒叉燒包啊，阿生實都幾時啊？你照刷啊！你見咧馬來仔嚟嘛？你怕買命去啦？哦，我每阿姨講啲都，我叔聲啊，乜3歲都叫16歲要忘記晒咯，啊！阿 Jis 啊，阿 Jis， 記得。He is my good friend. Ajis， 掌聲鼓勵。嚟啦，
熱碌碌熱，啊，再衝了，胡宗龍來，胡宗龍，你春衝風風，硬硬無害人，紅紅火火闖九州啊！嘿呀，嘿嘿呀，嘿嘿嘿呀！路邊的一聲吼，該出手時了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河向东流，真的清唱的很有意思的。哎，算了吧，算了吧，找首歌了。怎么样再应酬一下我的 fans 啊？哎，不要忘记啊，我的衣我的用完了，你们给我1300多。谢谢美凤，你好，你是跑步啊今天？啊，生日啊你生日？我唔得閒睬你生日啊？知道了，江小哥，坐火街啊，是咪？坐火街，乙連胖沒乙連剛啊，乙連剛是我徒弟以前，講到乙連剛，是風大肚了啦，開玩笑，風大肚更死了，不可以坐的士，不可以吃大排檔，現在你也知道咧，唔好了。阿昌來，請他歌，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以前的立峰呢，我還沒有吃過謠言，肯定是李一啦，因為謠言是學李一的嘛，對不對？找一首歌，很喜歡唱這首歌，馬上唱啊，馬上唱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要看歌詞了，我是唱華語歌的。等我那一天 ，Wait me that day，中 ，OK 啊？等我那一天，我今天写了1個小時這首歌，也要彈給你聽。等我那一天，亂到半死，你看，如果秦勇就好了，他兒子馬上，哎，趕快，發哥，趕快，哎，秦勇，你3個兒子。叫他一個過來幫忙一下好不好？因為我女兒全部嫁了，都不回來了。好，可以打人了啊 ，man？ 為什麼可以打人？唔好意思啊，唔好嚇我啊！梅菜煮煮肉好食啊，韓國衰添啊，邊都冇。哎呀，講到煮肉今早時去巴剎9點半啊，全部乜個煮乜個鏈都賣晒啦，真係煮鏈都賣晒，然後煮皮啊、煮灰啊、豬油啊，你望下愛啊。哎呀，挨殺啦！還遇到燒咗排骨咯。香港咧，落嚟咗禮拜都冇煮食。哎呀，同廚房啊，應該同3000啊，50人中 COVID-19 啊，我死嘛。所以大家冇拍照，哦，最緊要照顧身體，客家梅菜，再吹乾好食咁啲咩？我要再嚟飛就結叫啦。William Chong，OK 來，等我那一天。set， wait。一個的胭脂，抓不到 key 啊！哪裡有我？就抓不到 key 了呗！哎，抓不到 key 啊！你还野啊，彼得！我弟弟讲的对了，少哥，平时的不烧香，是临时抱佛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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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哆滴哆滴哆咪嗦嗦哆咪来哆，哎，是这个音吗？秦勇，嗦嗦嗦咪来哆咪哆哆，再试看，再试看，咚恰恰，过的来自北方，抓不到 key 了。哎，姚毅，怎么办？
战斗。空悲切，姑娘，还记得那临别誓言？姑娘，姑娘，你要等我哪一天？我能空越过的胭脂，你可来自北方的海岛？那里有我亲爱的姑娘？她是否爱我依然？你说人生就是战斗，别辜负美好时光。莫等闲了少年头，空悲切。姑娘，姑娘，还记得那临别的誓言？姑娘，姑娘，你要等我哪一天？stop， 哪里停啊？停啊！啦嘛，拉牛上樹，好嘢，好嘢咧！我哋講咗嘛，睇我點樣倒瀉羅蟹失憶啊！喺度契仔啊，手指咬入冇咬出，冒煙不焦哦。我哪一天？我那凌空啊！现在抓到音也掉，原来掉。我那灵魂越过的胭脂。哎呀，我那灵魂越……哎，给我一次机会一下，再唱多一次啊！sorry啊，我不能。我那凌空掠过的胭脂，你可来自北方的海岛？那里有我亲爱的姑娘？她是否爱我依然？你说人生就是战斗，别辜负美好时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更悲切。姑娘，姑娘，还记得那临别的誓言？姑娘，姑娘，你要等我哪一天？我那凌空越过的胭脂，你可来自北方的海岛？那里有我亲爱的姑娘？她是否爱我依然？你说人生就是战斗，别辜负美好时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姑娘，姑娘，还记得那临别的誓言？姑娘，姑娘，你要等我哪一天？老师老母计较，怎么这样勾气啊？喝了啤酒啊，往晕上还买来啊！啊，史麦利，你唱的比较好听。哎呀，没有办法啦，我都不唱雨中啊，我都不是唱
我有一个出名的，讲话要讲话，讲话容易啲啦。但是有些人先生鬼條家真係 OK， CK Wong OK， 有冇個識爆盲啊？識爆唔盲啊？爆唔盲是查過先來。平亮，來，毛，哎，真的我老了，一斤了，75歲，毛邊啊，老事老無計較啊。講到啦呢個 MCO 啊，我上幾日有講啊，彼得胖有聽到沒有 ？MCO 每個人沒有出去街上嗎？啊，不能出去嗎？兩公婆啊，早早睡覺，早早睡覺什麼？早早睡覺搏嘢咯，還有什麼？我以前有個朋友幫我一齊做泥水啊，啱啱結婚，我都有參加佢嘅婚禮嘅。佢老婆大1歲，都好大隻下嘅，啊，大隻好嘛，都唔使買個攬枕係咪？攬住佢瞓。少哥不像75歲啊，像啦。裏面有首歌，慢點，殺古邊檢條歌咩？攝傳師妹記得嘛？哦，攝傳師妹阿廖啊 ，OK， 往事只能回味啦。古劍龍，法輪，七彩法輪，古劍龍，他是迷離人啊，是吧？跑去文萊發展，不，西北好厲害了，古劍龍。我寫過一首歌給他了。一把古龍的劍，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結果不會紅咯，不是不會紅，好像那個唱片沒有發是嗎？古劍龍啊，好像你的老闆沒有跟你發是嗎？等一下我講你老闆。All right， 咁發車阿發咧，嗱嗰條友咧就啱結婚，哇！我問佢。你結咗婚，晚晚都做啊？做啦，不做白不做啊！好啊，做足30日啊！哇老，大姨媽嚟都照擦嘅話，做光面青青啦！啊，有日朝頭早，我同佢一齊撈石屎，就暈喺嗰度。我喂抹下嗰啲凍水，抹下熱水，醒翻，跟住我叔，再跳欄咯，講埋句嘢你咩啊？一隻朋友暈啦，暈開啊，死咯，暈低喎，暈大鑊佢先冇，嗰陣時啊，嗰陣佢冇去買索車嘅，冇買索車嘅，冇咩社會保險啊，好大佬，因為佢正話嚟啊，我有買到，屌你先，我寸推寒我都驚爆響啊，同你講啊。所以我覺得他醒了，所以我講，喂阿彪，是枝頭上一把刀啊！嗱，今日又睇到一個新聞，哎呀，老婆逼老公一日做10敗啊！哇老，10敗即係10鑊啊，做10敗喎！喂，你唔做咧，就俾老婆啊用皮鞭喺度鞭啊，啪啪啪！你話慘冇？正話結婚就爽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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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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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同你結婚好似同豬乸瞓，哎呀10敗喎，你話合債嘛？10敗來合債嘿多街，一合債都跌啦，一萬一拆一打都跌啦，都冇問題啊嘛，實亮到會死啊！我在上第一次直播，第二次我都講。我講 MCO 的期間呢，冇得出門就冇嘢做，兩公婆慢慢搏嘢，
所以好多朋友多謝我話：修哥，你救了我啊！做咩啊？以前唔冇做切波冇，我話我老婆找到起嚟水木啦，我攤到佢喺水木，我都驚滿線啦！在禮拜4鑊啊，真係鑊新鮮鑊金啊！我係擘個白燈都出世啊！話修哥，你要拜做啊，3拜切波啊，我就看到3床7條啊，冇 miss 啊！我老婆早睡咯，睡到煮慢咗。見得蠻窮咯，日禮拜做2鑊。嗱，朋友，點解而看到11點半啊？要休息完嘅，咁話盡量做到11點啊！哦，那是我有100萬，我有100萬，一世人就輕鬆。无讲无人知啊！我去那个唱片店，上面买2粒鸡蛋，本来立春的红鸡蛋啊！不是那种唔係打嚟嘅係 percussion 啊，咩 percussion？ 你搖佢哦 percussion， 要做立春，要做打 percussion。我講無人知，講得真歹勢。食甲遐尼大漢，我唔捌做飛機，打拼花多年，無車無厝，我無愛人，看人娶某，我做生理，我唔捌做飛機，哈哈哈！真好玩些咯，要幾下教一次啊！嗰啲香港啊，嗰啲嘢。搞嗰啲鐵珠啊，咁搞啊！佢話會行血嘅喎，隻飛騮，真係要行血啊！人家全推教你多嘢，兩粒都冇夠過啊！要係濕啊！喂，係濕你咪搞？加深 OK。彼得裝啊，你買一段古靈精怪啦，要生動一點。OK 啦 ，OK。朋友們送我的啦，以我的謝你們。你再進啊，好死了，1擺嘛好死了，大車甲大厝高氣派咧，1擺嘛好死了。講什麼？唱歌呢樣嘅，一講又唱歌就講嗰啲，講唱歌係種講啊，點解衰冇喐嚟才講啊？新年歌，哎呀，滴噔，唱咗阿爽嘅呢個最唱啊，好多人冇唱咗沒有哦，剛才我想到是什麼東西呀？等，我看一下啊，叮噔噔，在哪裡去了？我想到一個 Q 啊，這 Q 不錯的啊，沒有在哦，而且功課沒有做完啊，是啦，行，喝酒來，今天一定要到3000個人啊，不要浪費我心機，新年喜洋洋，我不會唱那種新年歌的。變臉更難唱啦！唱阿爽係乜鬼歌咧啊？七個隆咚鏘，一起幾百年，七個隆咚鏘，一起幾百年。哪裡？我跟練過阿爽，一起幾百年啊！沒挨着，哇！你變得幾百，不是那首。OK， 來 ，music please， 啊，這個不用彈了，用排阿爽的音樂來的。75歲還都馬蛋嘴巴先，馬菠蘿胖，來 ，music， 你有肉條。來，
快又過新年，冚唪唥都講錢，你要封利是2蚊冇得傾，年貨又要買，窿中又要錢，今個月屋租咧又要督住先，又要督住先，又要督住先，今個月屋租又要督住先。嗱，一早走去銀行就撳咗幾百蚊。連隨走去街市買咗2箱金，忽然噔9嚿錢1斤，南非鮑魚佢標價你未買心都震，字太細啊！南非鮑魚佢標價未買心都震。喂，客家妹係認真靚，身衫身鞋認真正，打起鑼鼓嚟切動槍，炮仗放起嚟乒乓乓。客家妹係不一樣，官非身材好省鏡，打起鑼鼓嚟切動槍，炮仗放起嚟乒乓乓，切到槍就乒乓乓，鑼鼓響我哋切動槍，切響響就乒乓乓，切個龍咚鏘咚鏘咚鏘啊鏘鏘鏘！好，喺銀行就撳咗幾百蚊，連隨走去街市買咗2箱金，睇見臘鴨髀靚咧9嚿錢1斤，南非鮑魚佢標價未買心都震啊！未買心都震，南非鮑魚佢標價未買心都震。客家妹係認真靚啊，身衫身認真靚，身衫啊身鞋認真正，打起鑼鼓嚟切動槍，炮仗放起嚟乒乓乓。客家妹係不一樣，官非身材好省鏡，打起鑼鼓嚟切動槍，炮仗放起嚟乒乓乓，切動槍啊乒乓乓，鑼鼓打起嚟切動槍，切動槍啊乒乓乓，切個龍咚鏘咚鏘咚鏘啊鏘鏘鏘，掌聲鼓勵！唉，時間過得好快啊！10點，啱啱1個鐘，1個鐘零2分。今日好快過，因為講嘅嘢多，我講耶穌得，口水多過茶。嚟，我成日睇報紙朝頭早啊，知冇？因為冇橋嘛，呢個橋唔錯。講到呢個新冠肺炎呢個疫苗啊，輝瑞疫苗，我們大馬呢，那個打多瑞要搞啲東部了。我們大馬人啊，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人家隔壁新加坡人冚唪唥差不多接種打完針了，我們還在知識地等。凄凄慘，凄凄慘，凄凄淡，凄凄淡，哎，還要討價還價，他媽的要等到3月份才會來啊！真係死到人多嗰陣時，到約到馬來西亞嗰陣時，又話 COVID-19 變種啊，變到咩4咩 D， 呢位撥架太冷啦！哎呀，真係頂佢唔順，真係頂佢個肺啫！唉，算啦，我諗都係算啊，幾十歲人。唔係喎，我媽又打電話問我啊，生意有中的嗎？冇啦，冇買到試啦，2、3、4條咗。係咩講要中嘛？邊要中到就咪灰人毛啊，嘛係冇啦，啲毛係好貴啊，啲毛出去，結當係喺個驗照，唔可以出去啊，有啲鬆照來啦，我假驗啦。哎呀，嗱，阿媽同佢講，阿媽而家打嘛？操！我打埋攰喎，我都98歲咯。啊，可能咁打行做嚟先101歲添嘛。人老啦嘛，行打做一攰，留啲針啊，邊個嘅筍子啊、荔枝打咯，冇曬佢。你看阿媽，今天慈悲胸懷啊，再世觀世音菩薩，心腸真的好。我媽媽給他掌聲，這樣。個媽的，喺危70歲行得打嘛？哎呀，愛唔愛打？聽講70歲以上嘅人咧，打去針咧對量薄呀，好危險啊！sao？咪啲毛太拉咯，咪啲上毛嘢就3拉。
哇！阿媽我話你講東西啊！唔好搞到拍條人送5條人。阿媽，人一拍條咧，人音法咧，人音難會啊！聽當，哎呀，157歲都買鹹鴨春咯，而係識個老闆，係識老闆係想買貴。真係要氣喎，係啊！你講要氣啊！70多歲人打未必好。你看美國幾個老人家打1個禮拜都行車了，原來狂啊！原來整個好小心啊！來回都冇去啊！除非有人家請嚟去叫雞飯食啊，去買雞蛋糕啊，雞絲麵啊！你我都嗌毛照，希望佢送5叫嚟啊！實點多人優信，就要打埋食家一隻 carrying away， 唔怕啲尿腿喎，通當係。我就有個賣藥的，你安哥啊，叫我安哥喎，冇辦法啦，安哥咩事啊？我呢個腳趾公嗰度啊，拇指嗰個關節嗰度，又腫咗，你行路。我俾你驗血啊！嚇，驗血唔使驚，好簡單嘅，攞支細支嘅針石啊，消毒。啊，我呢個中指啊，你睇下先，我周時用中指嘅嘛，你偏偏打我中指嗰度，我唔用得。哇！一旦可以流血，隻哇唔係尿酸喎，你啲係膠嚟㗎。我話乜膠啊？乜膠嚟嘅？膠，你即係關節炎。關節炎啊！你講我膠啲，我條膠喺腳嗰度咩？哎呀，鬧人！叫我介紹我食2種藥一配嘅一套嘅。中午食飽飯食1粒，夜晚食飽飯食一套1粒。我就日頭食，夜晚忘記食，我到聽日好咗。你今日走去打乜食啊？爬洲啊！2000多個人進來了，真係唔係一定要揾專科嘅，好嘢，嗰個後生仔 ，good 啊，平靚正，倉貨，阿婆買鹹菜，等我 set 好咗耳根，我就唱給你聽 ，OK？ 他這個阿婆買鹹菜，本地立封版權，外國就是那個許冠傑，60多個茶，因為許冠傑咧，60多個茶，700米就一朵花。佢好似係爛茶渣，唔咩藝寫啦？嗰時嗱，海南界分，講到海南界分嚟啲掉海南界分，海南界分就係一邊泰公司版權嘛，買棍咪個連絲樣一棍到藝，只啲貨連棍講到500唱嘛，最近做個先講好難。文中睇到強中相反，愛從身個高到一的頭條三樣盤，從那個的你的唔嘆，一會一根海南開飯，然後食飽愛來稱讚，食飽送給阿強。我就關唱片就出唱片咯，那時候是出 cassette 的，哎實，那個打個電話來，那個總裁，少林，一場朋友，我跟你講，你唱我們公司500的歌啊，500是你的咩？台灣的嗎？我們總代理嗎？總代理也是版權，哎呀，被太連播，多少錢啊？1000，而且我唱2首，他們那時候除了500，還有1首也要1000。那時候我立峰出來就沒有什麼工作，躲龍下啦，
哦，那是我认识他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的花名叫什么啊？什么改仔的什么？忘记了真名啊！以前在立丰做工的时候，我认识他。我讲什么改的？哎，放我一马啦！我们这个老歌星，登台啊唱了300-200块。我的唱片不是卖很多 ，OK 啦，看你这样有诚意要给版权，你敢给几多了？啊，1000了，你减了。我减，我想算下 ，OK 了，唱500的歌减300，200了。他讲 OK，200可以，但是你外面卖多少张，你要向我报告。包喺度再啊包，結果係相中隻400Q交俾佢，冇事。他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嘛？你會像個張水龍啫咩？什麼版權？律師來了，結果人就找他咯。哎呀，為兄弟說無驚死，我用2首啊。你還用人家南方18首，這考慮一下，會對得起人家嗎？哎呀，冇講，哎呀，講都冇用。就是我講了，南方老闆也不會講分一點給我。哎，不過阿幹很好，我跟你講哦，他時常叫我去吃大餐哦。哎呀，我曾經是南方的歌星嘛，而且我的徒弟全部進去了。我的徒弟姚宇、黃小鳳，哎，我賺幾多錢啊！不過這個老闆真的很好，每次吃大餐都吃那個日本餐啊，貴也不貴都不吃啊！啊，在那個巧克力那個高那個，忘記了啊。不過講老實講了，年多都沒有請我吃了幹，沒有辦法 ，MCO 不能出去嘛，哎，講到南方，我真的服了他。我本來很會改那種古靈精怪的歌的，啊，偏偏這首歌我改了。愛同你做朋友，年上來則撥風流。愛係悠悠面皮的唔怕羞，見上見下你左右。不知道那個南方的曾國亮，現在我有點吃或者廢柴，學到我的東西，我都有廢柴，叫人才。那個新年了你莫走，不要那邊走這邊走，怕走。哎，掌聲鼓勵一下，真的不錯的。哦，糖黐豆咪同豆會黐咩？邊度有寫歌咪咁撚黐咁撚長？糖黐豆嘛，哎呀，前邊就楊柳綠，後邊就九騎豬，即係3個字啦嘛。你冇理由前邊楊氣嬲嗰隻綠，後邊嗰隻狗又騎嗰條豬，都唔好聽啊嘛。前門楊柳綠，後邊九騎豬，有生過嚟。糖黐豆啊！哎呀，我呢首歌就改幾個名嘅喎，我俾你玩到啊！糖黐豆，快啲！糖黐豆，係咪？誒，但係又冇歌詞喎，點啊？喂，大佬，你同佢斜來啊？有咩斜來？你斜倉啊？合倉啊？你講到點好你好笑，斜來，起碼來腰一，不是腰一，誒，腰一啊，腰一啊，不是啊，腰一，是啊，是啊，是你啊，來糖黐豆，哦，呢首歌係我寫嘅，以前我寫廣東歌俾白天鵝嘅，冚唪唥拉齊走晒自己鬼客家講，沙生啊艷照來，點講？誒，邊度？哈哈 ，Yes sir。
掌声先。講熱相遇，相得太痴迷。每就電影，記得我腳邊。呀嘛相遇，橋條來相遇，色彩剛好愛你，時常挑眼眉，斜斜兩人要牽起，彼得懂彼時。一眼多情歌中意，愛得結連理。要講詞語，老夫愛論詞。唔有錯意，愛要係一記。最想相遇，識得最度比，10世永不分離，同共跳跳起 ，Come on， 哇！好熱好燙，講熱相遇，相得太痴迷。每就電影，企到我腳邊，呀嘛約意，橋條來相遇，色彩剛好愛你，時常挑眼眉。斜斜兩人要牽起，彼啊動啊彼啊是，一眼多情歌中意，愛嘅啦連理。要講詞語，老夫愛老詞，唔有錯意，愛要係一記。最想相遇，想得再度比，哈哈，10世永不分離，同共跳跳起 ，Come on， rap please。用啦。斜斜兩人要牽起，彼啊動啊彼時，一眼多情歌中意，愛得結連理。要講詞語，老夫愛老詞好聽咧，唔有錯意，愛就係一記。最想相遇，識得最度比。10世永不分離，同眾跳跳起。Round of applause, please. 從來講嘢嘅咧，點解都係 mood 啦？理性亦都係 mood 啊！講心唔講劍，有版權的嘛？這個講金不講金，這個蔡小虎的歌 ，play percussion yes， 蔡小虎的歌這樣出名，王明國你講是不是？不可以唱的，除非我下了音樂了。蔡小虎的歌，哦，我喝了酒，我清唱一段給你聽。OK， 客家佬唱福建歌嘅，我哋懷疑啊，羅迪森，哇，就400幾人，可能只不過88歲就，你會因為我變成上光的一粒星。因為我不是聽見了你的片，你的情為了我是更金更水，你一聲歌一聲回看，你一聲歌一聲回頭個過去路是這呢水，你一條歌一條褪色的相片。有美麗的記憶，誰人敢講離開？不解釋啊！
一生只有你，能感觉你的脾气。一生只有你，能感觉我的伤悲。为什么当甲你无喘开？一句我爱你，敢会当讲出嘴？哎呀，客家佬都唔错啦，冇看过。你为什么唔通互我的命活你？我的命里，天堂地甲我生气。开玩笑，真的会唱的。人一生人相信，最后的光景。sorry 啊，人一生人相信，最后光景了。哎，算了，听人家唱啊，到底算了。OK， 按月1,500嘅。哦，習慣仲係嘛，難怪人家啦，啱冇？人比人啊，真係激死人！講下故仔啊。在唱歌，没有歌唱，再唱一首啦。Oh my God， 我 set 好了这首歌。那天堂版权，冬恋嘛，谁要收我200版权了？别批他，我自己 set 音乐，学。此木心香山春晖。爱离开家乡出外，都已经5年。阿弥花日拄电，我也不出现。社会惨事太过艰难，身在外背个钱，想转去路又太远，思念每日在心田。慈母心，爱心眼，早已传到故乡你身边。OK 啊，你 OK 吗？爱离开家乡出外，都已经9年。阿弥我日拄电，佢也不埋怨。社会惨事太过艰难，发达愿望会实现，专心。我已做工作，希望赚多少钱？慈母心，爱心眼，早已传到故乡你身边。哎，你咪 stop 啊 ！stop！ 喂！OK， 哦，3四3幾，生舊叉燒好過3年，你們是誒？
这个天感动地感动，也是那里的歌，我问天也是全部。爱天感动，地感动，做爱唔晓感动你，用教我相爱要見人喜，而做改變心意，要走遠遠就再相遇，講出一句那就很容易。講下故仔啊！好年好笑故仔啊！呢年做咗七七八八都係講啊，冇被跌到，因為要等佢跌到啊！唔知你哋有冇聽過一首歌？呢首歌係咁唱嘅：鈴咕鈴咕當，鈴咕鈴咕當，鈴咕當，鈴咕當，鈴咕鈴咕當，鈴咕鈴咕當。我肯定呢個作詞人呢，唔係客家廣府人。廣府人練姑就係講個女人嗰兩粒波咯。客家佬咧又係講練姑嘛嘛。後來我識寫歌嗰陣時咧，就知道呢首歌咧嘅意思啊。誒，誰知道這首歌的歌名？啊？誰知道？誰知道歌名？趕快打出來！誰知道這首歌名呢？以我的利馬林業，呢首歌超過60年啦，連個燈，連個都可以攞去當你話。啊，做個檢查，連個當。拿條亂棍去當嘛，係冇？唔係嘛？係冇？啊，連嗱，就算係亂棍拿去當啊，咩變得冇練用咯，啱冇？喂，猜到未？猜到呢首歌未？練個燈，練個燈，猜唔到咧？唔使猜啦，歌名咧就係練個燈，練個燈啊！啊，原來佢係形容咧打鼓啊，打嗰粒鈴鼓啊，就喺我呢隻咁啊。我有鈴就冇鼓，你有皮嗰啲啊，就係呢個鈴鼓啦，鈴鼓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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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掌聲鼓勵你。冇聽過咧，阿叔75歲，梗係識唱噶啦。城隍廟廟堂堂，多少的人兒來燒香。姐姐燒香是為哪樁？原來他燒香是為情郎。鈴咕當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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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咕當。有聽過啊？你們有聽過啊？咩歌名？咩小叮當？咩把個叮當多？我早晨也聽到叮叮當，我夜晚啊聽到了叮叮當啊，叮當李秋霞。大佬，李秋霞個霞唔係呢個霞嚟嘅，係陳秋霞個霞。陳秋霞咪嗰個鋼王嘅老婆咯，啊，曾經中咗咩癌我唔知啦，頭髮跌晒，而家生翻出嚟絕白晒。誒，你好堅強啊！一個女人嚟嘅，真係好堅強。今日又登報紙，又做慈善，真係佩服你。啊，俾個掌聲佢啦，朋友，鼓勵。當年佢夾埋嗰個温拿啊，我都想追佢真係。點解手牽手，大家去手去行街？我都唔知點樣唱咗啦，真煩數。所以這個寫詞呢，也很重要的，因為你不是那寫那方言呢，誒，你突然寫的是方言，不對路的。
就好像我上次讲庄学忠唱那个大醉侠，这个姑娘她奶头大，他妈人家奶头大关你屁事咩？庄学忠不会讨厌我，因为他不会进来了。哦，庄学忠6号他有直播，我们大家进去支持他一下啊！直播他很少做直播的，很少。哎，有人他做代言人卖产品，不是卖什么东西去了啊！如果他有 discount 给我买了，学忠放心，我一定进场的。OK 啊，哎，那我也讲过那首白娃娃，你背了几百，被人家骂到乱啊。但是有个歌星呢，他唱几百，却没有人说他。你知道我讲谁你知道吗？他唱的印度人啊，我的好兄弟 Raju Kumara 小黑啊，唱了很久了哈。你知道唱哪首歌吗？我唱给你听，没有人发现到。啊，一摆嘛好势了，一摆嘛好势了，一摆嘛好势了，那一摆嘛好势。他一直唱一摆，你都没有讲他，那奇怪，是不是看不起印度人来讲？哎，我现在注意到他唱了一摆啊，一摆嘛好势了，好势了啦，小黑。因为10多20年前，古建宏的老板，我去文莱，那个老板，唱片公司老板，杨老板，我记得杨老板，他是文莱一间唱片公司的老板，杨老板啊，古建宏的老板，古建宏救了，算了 ，OK， 这杨老板，他跟我说，少哥，好势就好势咯，后尾我加一个料，不隆重料咯，哎呀。你啊，我操去吧，杨老板，你好嘢。后来我也笑笑诶，好死了，一口清起来嘛。跳，係嘛？如果舊天咪係咁作，褲係咁作起來咩？好死了。愛喜愛太上笑，喜好開心切得自豪。客家人喜要了，殺姑來變啊劍條。那唔怕我本人笑，愛講就算我mặc cáiတူ毛。我是楊先生，是不是啊？不要嚇我一下，說楊先生，新年快樂，立春快樂，立春快樂。唔好嚟嚇我啊！阿叔嚇大哦，啊！你以為那個找哥的那個楊老闆啊，那個也是楊老闆。我是文萊的，文萊楊老闆。我開的什麼玩笑？哈啊！對了，我還沒有講到那個什麼東西去了，忘記了呀，忘記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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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唱到11點啦，今天少林英雄啊，少林英雄，我有歌啊，但是版權新加坡了，梁志強的，你一唱去更慘，那個版權是新加坡幣，200等於600多，韓國唱，吃力不討好。啊哈哈哈！哇！你點就全部點了版權，有時那好好，有時頭風，有時那清氣，有時叮咚。家人啊叫子個叫人做阿公，改兔子就愛叫大龍。你知道這誰寫的嗎？那麼全世界的是羅大佑寫的啦，跟那個蔣志剛合唱啊。皇后大道東有皇后大道西，皇后大道西有皇后大道東，皇后大道東為何無影蹤？羅大佑啦，別開玩笑，羅大佑好把炮噶喺台灣，佢個名點樣掉翻轉頭都係叫到佢啊！羅大佑又得，
攞友大又得，大攞友又得，哼，唱歌啊！一樣我趙少林、林小章、少林章，掌聲鼓勵啊！阿趙、小李啊，誰是小李？唱 MC 過咧，那 MC 過咪唱啦，條人，星爺一條啊，條星爺毛葉來啊，後天唱，後天，唱歌。女人白天鵝，哦吼，白天鵝樂隊通街知道咗。慢慢手我冇操，生活中我揾歌。自別默，我先。發財喝彩，潛啊過嘅啦，呢邊一條女啊。影制過啊 ，OK。發財喝彩，發財喝彩，影制過，OK， 係 set 佢。哎呀，要 set 兩個總條，佢 OK 嘛？我跟。年咁嘅樣。抓不到 key 啊，糟糕！sorry， 來個，噔，key 啊，什麼 key 出嚟啊？試過啊？喂，呀，好細聲，冇電，哎呀，再 check 啊，出嚟。因為我 set 啊，冇 melody 喎，冇 melody，我耳仔又塞字而家。共係啊女嘅，歡笑一記人，快樂過千千萬千，好像是啊，雪爆發。無煙仔最唔煙，飲茶飲啤酒啖笑煙。市面上許多煙，台視宣傳廣告店，傾水的最新高麗好咸，馬菠蘿邊上的悠看。Rockman 的三隻，Coffee 的 Peter Lucky 煙，魔芋的斷腸蛋殼出錢，老變成站咗了有眼見。冇錢追恨公見風月，打錯 key 啊！年共愛也來見，歡笑一記人，快樂過千千萬千。是爆發，我哋煙仔最唔煙，飲茶。飲啤酒啖笑煙，哪有這樣低的？市面上許多煙，台視宣傳的廣告店，傾水的最新的高麗好咸，馬菠蘿邊上的悠看。Rockman 的三隻落一萬，高麗的 lucky 煙，魔芋的斷腸蛋殼出錢，老變成站咗了有眼見。冇錢追恨講見風月，林文龍。尋日一陣大雨，拍起我的夢，拍起我一條好夢。好呀好，我叫你唔通，你偏偏拍起我的夢。因為迄個人遮久無來互我夢啊，思思念念，思思念念，心愛迄個人，我老心愛伊個人，已經愛着紅某人啊，只有點在夢中才是我的人，為何你唔愛客人？
6月8啦，3月8。嚟打錯 key set 錯都唔知道。年講係啊來嘅，因為高兩個 key 嘛。年講係啊來嘅，福建班我都會哇，三甲班我都曉啊。哎呀，乜個甜班、羅撇班。好嘅先生都藏書落皮，年嘅雲燈狂日都來，阿婆暗地教下老夫記，人前講事。Good 啊！這個兩相依。是那里一个台湾不能唱，因为我是拿了黄清源的音乐，黄清源的音乐是南方的吗？你以为南方真的很疼我咩？他一样输我的，他不是他是我，那个版权工会一听到南方的歌就 block 住我了啦。我不讲南方不好，但是私下可以商量的。一说你要唱他10首歌，比如讲你收了版权200块，你不是6-4分账咯，对不对？他6你4，不，他4你6，你就想了，老板你拿6，你拿7-3分，不更好？所以姚宇问我少哥，这是我惨了。我的歌全部是立风啊，南方的怎么办？有什么办？2班啊，说山不转，路转路的人转吗？他们公司那歌放在仓库那边也是稀翘翘的，发霉了，没有人要了，对不对？你去跟他商量啊，立风那个谁 Miss Tam 啊，几年前一到来出名，哈哈都讲下版权啊 ，Miss Tam。讲笑话啦 ，Miss Tam 也是很疼我的。每一次我录了那新歌啊，李叶好啊，谭春成、王文凤、王小军的白天啊，来20个 cassette，20个 cartridge， 5张唱片，老板交代的。哇，那是我拿到这全部姨妈姑些兄弟姐妹亲戚全部分，开玩笑。所以跟他谈不要紧，立峰就跟 Miss Tam 谈，黄兴呢就不要跟阿甘谈啊。阿甘呢，老实讲啊，他很心软的。如果你跟他谈好了，拿去用，你要想啊，拿去用，你拿去用啊！我去吃什么啊？我3个儿子吃什么？开玩笑了，火鸡50-60个，我的车出厂的车7-8架，那种机器录音室几贵呢？电费啊，一天1个月都7-8千块啊！哎呀，我讲老板，你可以叫人家做手脚吗？电表，不搞错啊，少哥，我是正当商人来的嘛！你讲到电表啊，我今天早上有两个等那个的人来哦，我老婆在外面，我在录音室做東西。爸，兩個馬來人哦，攞住架撐嚟喎，唔知做咩？唔知係咪懷疑我哋有 COVID-19？ 你睬我哋邊有 COVID-19？ 冇啦，等我先行下。咦，hello boss， kita mau tukar 2 meter 啦。哎呀，弊啦， tukar meter。點解我驚添喎？死咯！舊餅我又偷電噶嘛？喂，你點好咧？死我成10年冇翻嚟。我真係以前偷電嘅，700幾蚊啊！嗰個表哥係邊個你知啊？嗰個表哥咩 union 啊？有個人連鎖湊嗰100條都係唔貴啦，人要都捱唔到你。嗱，有人同佢交啦，400條啫，我一張一年都係慳咗2萬幾條，咪交咯。真係做啊，偷電啊！我幫你講，偷電好大犯法差啦，千祈唔好啊！
即係偷咗年幾，我頂唔順啦。點解？而家我講老實啊，冇偷嘢，因為個電錶啊，俾人鎖咗你冇，好似 black 皮啊，好踩 black 啊，好實，行得好慢嘅個輪啊，好似雅蓮咩茶粒藥啊，雅蓮就雅咁大樣行慢慢啊，而家黃則屋企全部冷氣貨啊，麥雞蓮啊，食佢海到千祈唔知散啊，一掉因係掉。24小時開住嘅電錶好順啦，真係好順啊！抄電錶嘅人嚟，你都要開晒佢，但係唔好俾入嚟，開晒佢啲火啊！咦，嗌就錢咧，120 Q 喎，有時120 Q 條，做咩你唔睇唔對咯？有咩冷氣危？3家冷氣一直開啊！結果危唔一拆嘅，後菜危啲咧拆嘅。哎 ，boss， saya masuk ah，我masuk lah，你送嚟拆佢嘛？嚟拆佢跳天邊。Apa sama tukar? Oh ini sudah 30 tahun lah, rupiah meter. Tukar sudah baru bang. Okey lah, tukar lah. Untuk 5 分鐘。saya mau tutup itu view ah. Boleh. 散伙唔到5分鐘，換啲新嘅落去。阿彌陀佛。如果我哋捉到我偷電20幾年嚟計啦，嚇1個月慳800啦。阿文要真酸啊，有而40年都邊係8角錢呢層嘢。啊啦，茅工再要蹲動個，喂，將來客家過嚟，我哋創咩羅億灣合創嘅嚟下嘅，而客家佬睇呢，而客家灣。如果元差港戶，唔係港戶，係港府。港戶咧，廣東人啊，江湖。如果慘啲喺呢個港戶啊，一年多，永遠係向天啊！羅宇灣，聽下羅宇灣，聽我嚟錄音啊！1點幾樣啊？最後買啲股票嚟啊！有成日買匹表驗得係優信多老師。從來會話喂，冇錯笑的尊敬客家人，尊敬客家人，唔係話永遠係向天喎，永遠係向天啦喂，啦喂，冇喎 ，sorry 啊，尊敬客家人。溫哥笑咯，咪邊？哦，盡見客家人。哎呀，真靚啊 ，very good 哦。咩2條歌用名嘅哦，永遠係用啲咩1條女啊？來 ，music 啊 ，yes，go。廣府先沒要記，劍爭牙條坐向天，諸天係坐向天，歡享良言，前向到天，就888，哎，天間真怕為了義。OK， 先繼續，良家冇良機，鬥神都咁氣。兩家愛你，有難都唔躲避，人生曉戲曉得唔出奇，有心唔曉痴，風生水起愛靠你，求死的唔想聽，而發達通通都見穩你，樣樣把嘅你，仆街心啊變心意。炸帶唔是意，忠心意，喪事了唔靠你，有情也有義，
永远做兄弟。我很满意这首歌。秋曲原本没有了，没有唱过了。日上晓起晓得不出去，有心不晓起。风生水起外口你，求死了不相记。一发他通通都把给你，永永打给你。不该什么变心意，早带的不是意。忠心义，丧失了不考虑，有情也有义，喂，永远是兄弟。今日葉顏索啲三乾啫喎 ，check it out，check it out， 喂 ，OK， 几点了？啊，差不多。喂，还有1000多人。啊，麥聰 ，check it out， 我看好嘢咧，丟幾筆馬來話有冇講啊？丟幾筆啊？光石都偏色啦，啊，你丟幾筆啊？哦，馬來話我7條翻譯係冇。哎呀，講到嘢啦，馬來話7條翻譯，要知咩講劇咯？屌，原來屌講劇。哎，講了講劇，原來屌15年前，媽的有個律師找我，哼。因为我每一年都有做账的嘛，张少林啊，哦，什么 boss mau cari you 啊，对吧？itu Lee Kong-Kiat lah. Hah? Siapa Kong-Kiat? Bukan Kong-Kiat, Lee Kong-Kiat. Lee Kong-Kiat. Apa Lee Kong-Kiat? Wah, 屌有啊！他姓李叫光洁嘛，李光洁律师吧。Siapa Kong-Kiat？ 哇，搞到很不好意思啊！bukan， 你们 boss 啊，itu loyally 哦，你这个 loyally 啦，你这个李光洁，你光洁，我光洁，什么的到？呀，實有啲花名乜攞都按啊，真係，要按可以啊，隔起人滿啊，點啊 ？Raymond， 講下笑啦，講，11點3場 ，OK，11點3場，哇！啱啱有得發叫888，我係忘記同佢講解決哦 ，OK， 我聽嗰啲講點嘛？發，我聽6點過去，從冇到過去。OK 啊，五對啫，10隻啊，五對啦，哇！我跟你講啊，988那個阿發那個海鮮樓，他那個炸雞腳啊，哇，配酒的一流的，這啊，你問那個謝公哥，阿發全部就吃過了，真的一流，哈哈，他哋冇送我雷華發。有80平宜都試啊！一橋成10對，啱冇？你睇你東西咩咁便宜？唔便宜。而材料咧，呢有條米飯啊，一好重要啊米飯。哦 ，yes 嘛？這個 yes 啊？所以呢，你那比如人家講什麼東西 ？OK， 一隻螺絲頂不了嘛。呀！哎，掉黃金掉買2角錢啫，最多5角好冇睇幾啲處理啊！阿媽我對講，寫啲有隻人呢一腳啊，
唔知一行動法那個，哇！叫爸爸 OK 啊 OK 啊，聽下嗱繼續 OK， 掌聲鼓勵喂，聽者有份。前一塊大耳橋啊，而家拗到連叻佢啊一個條，係要動我繼續啊！哇 ！OK， 送嘅啊，送嘅啊，送嘅 OK。你看每個人對我極好，好靚咧 ，good 啊，阿發 OK，good。就去不在哪里想螺絲哦，你掉按照螺絲給我錢嘛？哎掉20幾錢啊！阿發講掉嘢掉按照螺絲給我累哦，係再買一噸嗰啲啦。阿發咩樣講咧？唔係看到螺絲咧，你看唔到醫學啊，你手術啊、開刀啊，啊你咩保養啊，一天好啊，面拍嘛，乜屎尿啊？一般講啊，見你講嘅讀到切眼淚，誒，掌聲鼓勵啊，動我繼續。好啦，誒，沒有喐佢，送佢繼續，動我繼續，再繼續。入邊 OK， 王運會夠鐘了，還有喂，還有數目開阿發 ，Sarah Sam Lau。Sam Lau， 唔敢唔可以照喎，還有8,000幾張人。Sam Lau， 姚志強，李劉滴啊，梗啊滴啊，鄭秀紅，謝謝你，晚安，晚安。劉浩然 ，Mike Chong， 魏生聰，阿文少，有跑步啊嘅啊，誒，也在喜歡 OK 喎，帶到義工有通喎。哇，好像阿龍同阿條官啊，好配合啊樣，食落去啱口啊 ，fit 啊，點啊？唔睇又要拿歌出嚟毛幾毛啊？係嘛？要入。為什麼以前我會叫姚乙叫姚毅呢？我初初我不是這樣姚毅的，因為李死了，他很像李毅嘛，我就他花名叫阿爹，我給你改個名字叫李立，很像啊，對不對？不要啦，立什麼李立？我是有力，我剛出有力，要給他笑啊，李立，不然他講，不然我講李毅啦，有很有毅力的毅，李毅 ，OK 啊，差不多這個 OK。回去跟他爸爸講，哎呀，他爸爸罵了他嘛，你啥有狗龍啊？要呀，是不是胡椒呢？做你我係那胡椒呢？我是有你改你個你改個內容你改，沒來改，哎呀，沒來改，不能夠改。怎麼辦？姚宇，你原名什麼？哦，你看我原名是姚以商啊。哦，原來他的幾兄弟是工商啊，什麼用四龍工商啊，好像有幾個兒子的。姚以公、姚以商、姚以龍，哎，好像是啊。哈哈 ，Yeah，Kevin Chin 向我發 Facebook， 後來呢？誒。姚毅、李，好了，把那個商字拿掉，就用姚毅了。那你知道第一張片的時候，那個蒙潤龍啊，那個電台很出名的播音王子啊，我講啊，蒙先，我這個徒弟做的姚毅啊，什麼姚毅？不是，你的發音不是這樣的，你應該是姚毅。姚以第三音才對，為什麼第三音？第三音不是沉下來？你看我叫李姚以，你叫第三姚以，你有力了啦，呀！我講不行，一定要叫姚以，不行啊！張少林不行。我們這種是播音王子，不可以咬字不清的。
没有办法咯，摇鱼，哎，结果红啊，摇鱼真的给他摇到那个鱼啊，爽的不得了，一直摇到现在还是在摇鱼，講買練啊，直結抽，唔係新床去啊，叫送啊，日5七，日62，趙爸爸 OK 啊，王法係咪啊？記得啊，兩樣啊，冬菇雞腳啊，你咩啊都未寫，這頓油都沒意思啊，反而寫冬菇雞肉啊，你先啦。冬菇包我個好樣，小麥回復了，那個東西客家講唔咩創客家，哇，真的跑很快，冬菇雞肉 ，OK， 來唱這首歌 ，Good， 唱歌，唱了什麼歌？唱歌，太陽下有黑影。哦，冇班劇 ，good， 客家叫王，用個電話 ，OK 啦，充埋咗客叫王，就撥入太陽中央反鎖潛水上，來啦 ，last call，no repeat，no encore， 學順旺 ，all right， 嚟啊！睇下是唔是準啲啊？嚟後腳神機啊！因為佢後開啊，一早都睡唔落啊！因為把手買中藥，買中藥要買organ。喺邊度啊？客家，即係照啊喂！哇！一就啊啲嘢佢啊！我一按那首歌跑掉了，好像有版權都跑掉這樣的。客家叫王嘛，實照咧喂，喺呢邊係用一傾都射開，好像有一樣哦，這位來 ，last call。快啲叫啤酒 ，last call， 熱棍，好兄弟，謝謝你們大家，晚安。新聞知 OK， 唔驚熱喵王，風條過了來闖，係客家起得叫王，我叫王咬的喵王唔放。客到喵龍標燈火，要跳要衝啦，先至效仿，斜架都聽到瘋狂，係小右腳又唔同右攤，連屋都寫到固皮出，光熱沖涼也倉，這邊隻沖涼房。你半夜每早前都錯，交到我隔離後，我每日聽到中央反屬於早前的鬼仔藥，愛唱齊太白公山唱。Good night， 萬次良 ，Good night， 跨年王。我眼眼越來越少當啊！呢位冇拼啦。要跳要衝啦，叫王效仿，斜架都聽到瘋狂，嘅小右腳又唔同你右攤，連屋都鐵到固皮春，講嘢沖涼也倉，超邊出沖涼房，半夜每早前都衝。交到我隔離鄉，我含舊嘅中你翻事一，叫到你鬼仔後去唱，請你大北高山唱。講乜嘢？哦，算板子。有爸爸愛你哦，我也愛你哦，我愛你的算板子哦，雞腳哦，哈哈哈哈哈 ，Happy Samsung，Thank you 你們。
講喺邊咯？係講而講送下計腳，定係要講新盤子咩？一齊送來咯，新盤子切腳類，一面款踩下，哦，放到啲烏條落去，放到啲下面 ，OK， 靚來，仲打廣告，定要 open 嗰陣時咧，晚都晚初同你講啊，喺晚初啊，咪排練喺嘢啊，咩排練？排小指甲暗藏，佢哋話排小指甲，隻記真。忽然間喐來乜教捱啦，係咯，或者最嘢識翻識唔落嘅啫，定係整條三文魚嚟食。我很多我的女兒沒有進來，今晚上 Candy 有進來啊 ，Candy 阿 Kim 有進來啊 ，Kim 沒有啊，大頭沒有進來，小頭也沒有進來，李德強。以後啦，慢慢地驗，哎呀，杜拍好像8層嘅出嚟生噶啦，芊芊、李宗宗、林兆靜、Ken， 謝謝大家，師母，就不要走啦。Jackie Chan， 這一點，狀態是好，現在又落過了。再唱一首歌也沒有所謂，因為酒都還沒有。來，慢慢走。但是晚安吃你們，記得我的錢又用完了，大家照顧一下。我還要 repair 那個二胡的線啊，線都斷了，那個馬尾又斷了。還有那 trumpet 那個油啊，還要買一大堆，還有吉他那種線啊，我彈吉他，明晚沒有 ，sorry 啊！不要說我放飛機，OK。55歲的阿少哥，少年的小船波咯，民風冇看過Kim Kyung Encore， 你以為是什麼登台咩 Encore？ 一到去死啊！我3條，我量好多啊！客家人氣要亮，差不多3重咯，而家搏3啦嘛，叫爸爸愛你哦，我愛你啊，叫爸爸，阿發音開始唔錯嚇，你要亮要綁得笑，原來只有好，原來還個好，一看到收我嚟，坐點啊！有啊！阿發有煙到照啊，那邊煙，哇！多槍嘢啊，多槍阿發燒。再幫你打廣告下呢個阿發9888咧，就喺嗰個宋街 BC 路舊擺生記啊，未到生記嘢，舊擺有福太興嘅棺材鋪行過啲咧，就有一條羅浪左手嘅，以前舊擺係生記樓上就係行動黨嘅，而家生記就俾人收翻啦，就 hotel 嚟嘅，一路入去，一直入左手，轉多少彎行到多少彎，再轉左嗰條橋過一個山，再行遊咧就要吞翻嚟，就睇到好多甘蔗木瓜園嗰度行前幾步咧就可以泊車啦。佢就係9888阿發嘅海鮮店，發個山而行切腰轉腰過條河，就爬過條山，咁嗰山啦，就過條橋，左邊行右邊行3隻橋就到爬個山啦。莊小千阿 Kim。I love you. I love 國風 also 。李國祥，你來收傾，撐強啊！唔撐唔強，進車。Amy Wong 係咪龍基喎 ？Amy Wong 龍基要乾試一試，你一定好中意個 Amy 嗰個秘書啊，嗰個財政啊，唔知咩啦嚇。侯昂亮，last call， 聽我驚嘛，聽我毛 ，Jennifer 聽我毛，時間人毛，係啦，你有冇得近到條歌衝啦？
我本来唱燕趙過劉德華要版權，咪教嚟哦，今天好難教哦。5塊錢要個店喎，尋哎呀，咪前後驗嗰個叫佢腰毛店。唱一首黑食歌得唔得？即係我錢用晒啊，唔係錢用啊，嗰個唔係嗰個錢用，係我嘅錢用晒啊！請我食4圍酒，你阿爺不如請我一隻酒就好，叫我請我4圍酒。阿叔食鹽多過你食糖啊！你咁樣火，我知道係邊條友嚟嘅啊！我請你4圍酒啊！咁啊，娶老婆就4圍酒噶啦。我哋講啊，50年前真係4圍酒啊！嗰陣時啊，嗰啲朋友啊，你阿爺咁啦，2溝錢嘅紅包都有可以包出嚟嘅。馬雞到而家，馬雞店到而家，妹，晚安啊。2福心啦！好心啦，好笑啦！可憐喺度仆街啊，撞收臉啊！再看到我現似亮啊！各位有乜嘢鑽石戒指？喂，試寫下啦！檢定少得啊！邊個好心啊？打救我呢個窮人，福心啦，更善啊想，救婦女又救貧啊！打叫強言降節省，要聲線降言要效爆，保佑你哋生兒頭日本你賺萬你金，保佑人哋床人富貴人發有條做自彈金生不行，真係咁啊激啊各位嘢大貴人呀嘢啊，挑戰我都跟到啊！謝師一照，呢個盲人。福心啦，更善啊想，後床戲咧，救苦又救貧，檢定醫我得來，要同言講絕寫，要聲閃效言要效爆，保佑你哋生兒頭日本賺萬金，保佑你床人富貴人發他要跳表考中，我自嘆今生不幸，真咁激各位大貴人。哎呀，幾個月都冇食過鮑魚，以前魚翅朗口，而家咩都冇得朗，過嚟冇，來則要聲是 Wesley。
世上啊只強兒，福心咧更啊善啊神，舅父有大樹頭下低攞食過，係我打叫強，願講絕聲阿發。要聲閃孝言要孝爸，保佑你哋生啊兒啊頭，人啊本你賺萬金，保佑你長年富貴啊年發他窈窕孝祖，我自嘆今生不幸，真嘅咁啊嘅國偉大貴人。如果你哋再俾啲紅包，我就去買多啲嗰啲樂器嚟玩下，啊，1分錢1分貨啊！膽固醇高，短褲穿太高，chắc係識包唔好啦。講到鮑魚，今日沙巴有個拿督，佢話唔過得嚟，少哥，我叫那個阿飛拿3罐鮑魚給你1箱乾，祝你身體健康，過了年我一定要看到你。Oh my God！ 謝謝大家支持，謝謝，我不會忘記大家啊！我相信我晚年呢，就一路做直播，做到他去富貴山莊了。哦，大家晚安 ，Good night。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감사합니다。我看到你们走完，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林文龙是不是那个文来的？没有，沙巴的啊 ，KK 嘛，文龙，美丽六，我要看清楚是有进来有没有进过来的啊？入嚟出去 ，Jenny 入嚟，張國平出去，大家晚安。其實有點依依不捨，但沒有辦法，生意殺了。嘉齡州啊，嘉齡州，蔡宜華、青創 ，Happy 哦 ，Happy 哦 ，Happy，Amy Wong 睡覺啦 ，OK。林明利 ，All right， 哇！這個學順旺，狂寫看到個兩大波從跳過，捐美金給我，Tracy， 有人捐美金給我，是誰？哎，是誰來的？是不是我的表弟？查理問，我沒有看到啊。哎，再出一次，這樣 ，George 說，再出一次，是不是？查理問 Mickey 聰 Simon 聰 Amy Wong 一起呢 Elvin 聰 David 空給美金那個先頭次看下我知道了水光蘭帕松邱太耀黃俊豪阿豪李國祥770啦就到齊啦宣傳呢邊星期國冇啦，唔好衝啦，係看着羅倫利超低要啊，哇！而更起毛樓睇啦，有乜安逸低要，跌到咧，發就要拉毛妹係咪低睇？跌到嘛，帥哥晚安，美女晚安。走啦，出去啦 ，Ellen，作起爽，作就好爽啊，作起爽。好啦，來去一個阿發，幾點啊？
那聽邊個兄弟忘記啊？人伊叫338706，後菜愛葉煙，後菜愛葉煙，好了，不要哭啦，晚安啦。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們說你搬到了。搬到哪裡我都不知道。來 ，Good night， 晚安。歡樂今宵再會，各位兄弟，晚安啦，後天見。